我一直研究瘦面，以為越瘦越尖就越靚女。我開始懷疑自己一路諗錯方向，唔係再需要瘦，而係需要揾翻輪廓感。所以去咗 Bare 嗰度做 Ohio 療程，估唔到做一次就有效果啦。應該脹嘅部分就脹咗，應該尖嘅地方就尖喎。首先會見顧問做面型分析，超細心，然後精準咁樣將我嘅面型專業規劃，為求讓我突顯線條、加深輪廓。呢個 Ohio 療程係可以同一日裏面做2部儀器，都係收取同一個療程嘅費用。Dual Tight 係可以做埋下顎 jawline 突出線條，佢最厲害係連雙下巴位置都可以做，咁就可以同雙下巴 say bye bye。感覺到佢好似咧，可以打緊個結，幫我拉翻嗰個基底嗰個筋膜層咁樣，完全感覺到肩。然後到第2部機 Oligeo 就係幫手刺激膠原，即係叫翻醒啲膠原 BB 啊！佢可以令到皮膚緊緻同埋有翻彈性，仲可以幫翻脹個雲精位，減淡苦紋。2部儀器雙劍合璧，做到下半面有翻線條，上半面突出輪廓。而家睇落去有翻自然精神嘅感覺，唔會再有瘦面焦慮咯。Bare 網站做緊3450蚊限時優惠，記得截圖同埋揾 Karen 啊！